受美中贸易谈判隐忧，美股中指4连涨，道琼指数大跌301.87点，也连带影响到台股大盘。台股今23日下跌48.26点，收在9846.4点，总成交金额仅652.54亿元。年节前市场观望气氛转浓，指数失守9900，年前大盘恐持续震荡整理。台积电、大立光、鸿海等瓶盖股走跌，跌幅皆逾1%，鸿海又失守70元，以69.7元作收。台积电勉强站稳5日线，瓶盖三雄整体表现疲弱，连带影响可称、鸿准、华金科等苹果概念股股价承压。金融股今日也走弱，国泰金、开发金、玉山金、星光金等皆下跌无力撑盘，塑化族群台塑、南亚、雅聚与台化跌幅皆逾1%，表现弱势。封关前台股走势恐持续有压。不过，盘面上也有强势族群，生技族群持续强势表态，日前走出阴霾的浩鼎，盘中一度涨停，股价一度仍创波段新高，美食则涨超过4%，盛德、中裕、耀华药与康友等都涨逾2%。IC 设计方面，今日挂牌上柜的 M31启动蜜月行情，涨逾42.17%，以281.5元作收，也带起 IC 设计族群攻势。金相光亮灯涨停，细粒 KY、巨基皆涨超过4%，研通、升科、神盾等也都不为大盘红盘作收。法人表示，接近封关日，大盘成交量萎缩，台股也难有表现。目前距9900点关卡仍差一步之遥，盘势还是震荡整理看待。更多精彩内容请至钜亨网连结。